政治的消息，咱们来关心的是，这南北合作虽然讲已经咧正当协商，也毋过即马是各人讲各人的。侯友宜是来强调讲，火车若阵已经过站是袂稍等的哦，所以听讲后礼拜五就已经是期限啊。今仔日侯友宜甲郭文哲、郭台铭三个人拢有出席了境的活动，也毋过这大卡的座位是一直拢咧调整。郭台铭甲其他两个人拢有互动，也那侯友宜甲郭文哲两个人就较无遐热情。 台北市葫芦市观音佛祖示警，国民党侯友宜、民众党郭文哲、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三人同齐护驾。不过在野力量要安怎整合，这原来是焦点。若被进入正当协商，总统候选人安怎产生无进展？传出侯友宜讲，礼拜五都是谈判最后期限。火车过站都无等啦，时间嘛无等啦，所以大家 要快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。侯友宜话团结，表示进入正当协商，就莫阁转去到原点，要提出新的方式面对问题。郭文哲伫初一暗时写面册，搁再声明在野整合，只要公平符合天书正义，选票顶悬向正向负拢会当接受。 不过，侯郭郭三人再去出席工厂示警活动，大卡座位庙方几落遍变动。台北市国民党主委黄丽锦如嘛想要敲互郭甲侯一做伙，不过去互郭文哲拒绝。 是不是刚刚是不愿意换到侯友宜旁边吗？所以你看我来也就换7次位置，换第8次，然后再换第9次，我就抓狂了。战争离我们越来越近，我们如何不缺战，如何避战，是未来当任何的总统他必须要面对的问题。大卡就座时阵，郭台铭甲郭文哲有小可开讲。 郭台铭是甲侯友宜护驾结束的时阵，阿手哪讲哪开讲。若是侯友宜甲郭文哲互动明显正冷，在野力量安怎整合，外界拢伫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